第二届 U12 世界杯小棒比赛经过10天激烈竞争，每一个国家选手伫大篮球场已经拍完精彩球赛，嘛赢得美好友谊。特别冠亚军之战，美国甲委内瑞拉车拼，每一球拢是关键。最后美国以10-2赢得这届冠军。而中华队则一路过关斩将，虽然摕到铜牌，不过奋战的精神拢互球迷留下深刻印象。闭幕典礼上，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亮加担市长黄伟哲等贵宾拢到场，除了颁奖表扬各代表队优秀的选手，也肯定小小年纪就代表国家争取公赢，希望后一届伫台南再相会。我们大概有算是第3名，是你们必须经历的，所以我在这里呢，再次感谢各位教练的努力。相信各位选手已经打得非常美好的球赛以及的友谊，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下一届的这届 U12 世界杯小棒比赛，除了各队精彩表现，中华 City Girl 啦啦队搭配吉祥物卖力的表演，嘛是注目焦点。另外，伫会场的观众甲球迷当中，3日会柜总经理黄永仁嘛带队来替选手加油打气。同时，第2摆赞助大会宴会秀，就来替闭幕典礼画下完美的句点。野外表演嘛，互现场的观众赞声不断。今日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